師妹，亦都係人民力量主席袁麗美。好，多謝各位今日嚟到人民力量同埋社民連呢個嘅聯合記招。我等咗呢日咧，真係等咗好耐啦，因為我想快啲宣佈呢個好消息俾大家。但係之前係6、4、20個人啦，咁我哋就揀咗今日嚟宣佈。咁大家手上面咧就係我哋嘅綱領。咁我想解釋下我哋呢個新嘅徽號係代表咩咧？咁其實咧呢度都睇到啦，下邊咧係即係有個熊熊烈火嘅感覺，其實就係講緊香港而家嘅情況。我哋係水深火熱之中，並唔係溫水煮蛙或者滾水煮蛙，而家已經係咁樣，係代表咩咧？港共政權治港，中聯辦係完全明目張膽干擾選舉，我哋嘅人權、法治、自由都係被侵蝕。我覺得最大問題係香港人嘅尊嚴係不斷被踐踏，我哋係唔可以再忍。而喺呢度有2個拳頭，係代表住我哋集結咗人民嘅力量、人民嘅抗爭力量，而保護緊嘅就係呢一朵玫瑰花。呢一朵玫瑰係象徵住平等、反對極權、和平。所以我哋係結合咗力量去捍衛香港人嘅核心價值。你見到呢朵紅玫瑰咧，本身係好漂亮，但係咧已經變成咗火玫瑰。而呢一對手咧，亦都係傷痕累累，因為佢嘅皮膚咧，亦都係俾火係燒焦咗。但係我哋人民力量社民連，包括台下嘅各位，我哋會唔會懼怕呢一個極權啊？會！我哋一定會同佢抗爭到底，係咪？係！另外想講一講人民力量同社民連嘅發展啦，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巧妙嘅安排嚟嘅，係命運嘅安排。人力同社民連就喺2012年啦，唔係人力社民連喺2012年有啲內部嘅問題同埋人事問題分裂，咁就係成立係啦，11年就成立咗人民力量。咁其實我哋咧係，如果你睇翻選舉嘅得票率啦，2008年社民連嘅得票率係9.5%，咁而去到2012年咧，人民力量同埋社民連加埋咧，其實係接近15%嘅。人民力量喺嗰一年間其實係帶咗一啲少少新嘅想像，亦都開拓咗一啲新嘅票源，令到抗爭力量咧係增大咗50%嘅。咁但係而家好巧妙地經過時間啦，呢幾年我哋係證實咗大家係好有默契，因為我哋向住同一個目標，議會內外街頭抗爭，所以我哋係慢慢成為咗最親密嘅戰友。而呢幾年間，我哋都用一啲時間去睇清咗啲人同埋啲事，亦都需要少少時間係將呢個分裂嘅傷口愈合。而喺呢一刻，我哋係唔理任何嘅黨派利益，聯成一個聯合陣線，係希望喺今年嘅立法會選舉爭取最多嘅議席。但係議席咧並唔係我哋首要嘅考慮。今年嘅2016年嘅立法會選舉，其實係一個政治路線之爭。喺雨傘運動之後咧，好多人都話有咩無力感啊嗰啲。咁但係我相信唔係嘅，每一個參與過戰役嘅市民，其實心裏邊咧係仲有一團火。我哋係喺度等待同埋養精蓄銳咁樣準備下一場大型嘅公民抗命運動。我哋可能係喺一場戰爭裏邊係有好多嘅小戰役，我哋可能係輸咗少少嘅戰役，但我相信我哋係會贏呢一場戰爭嘅。而我希望喺今年嘅大型立法會選舉係可以引證喺雨傘運動之後，廣大嘅香港市民係支持呢一條敢抗命、堅抗爭嘅抗爭路線。我哋過去咁多年做嘅嘢，議會裏邊街頭做嘅嘢，係希望係可以啟發到一啲市民，令佢哋喺今年立法會選舉係正式授權俾我哋喺議會裏邊繼續拉布、繼續點人數。我希望大家今年倒數選舉咧，只係剩翻80零日嘅啫，時間會過得好快。我希望同大家一齊。